嗱，我哋通常打開一個命盤咧，都會睇睇係身強啊定係身弱嘅，但係咧就唔會糾結係強定弱，主要咧係睇個日主咧有冇根。就算有一個微根仔，有一個印就得啦，但係個微根仔唔可以被壞嘅喎。咁咧就睇佢有冇呢個承載力嘅。身強咧，代表我遇到事嘅時候咧，我心理有承載力，我頂得住，亦都承受得住壓力。有一日我發達，我都可以照常食得、飲得、瞓得。但係就算我落魄咧，我都可以咧，唔會俾擊倒，一蹶不振。我會諗辦法去解決問題，面對問題，情緒困擾唔到我。但係咧，身弱嘅人咧，往往就係如果我遇到事咧，我心理嘅承受能力差，就算俾個職位我，都可能係如履薄冰，謹小慎微。心理咧非常擔心自己咧，可唔可以勝任咧？欠缺一種自信。如果有一日發達，我心裏邊都會感到不安。一有咩風吹草動依喐咧，就會感到擔憂啊、害怕咁樣。遇到呢啲事情咧，就反嚟覆去咁糾結啦，成日都會將嗰啲事咧往壞嘅地方去諗啊。悲觀主義，身弱且如果冇根冇氣咧，一遇到咩事就唔知應該點算，精神壓力咧就首先頂唔住啦。遇到困難嘅時候咧，亦都諗住放棄。遇到問題咧，精神就會過於緊張啊，諗嘅問題特別多，亦即係我哋話嘅內耗啦。一陣間咧，我諗住應該咁樣做，但係轉過頭諗下咧，我諗都係唔好咁樣做啦。有時咧真係諗得太多，自己咧就同自己過唔去，心強。心弱只可以代表你嘅承載力，你嘅心理素質、承受能力，就唔代表你發唔發達。身強嘅人咧，我遇到咩事我頂得住，天跌落嚟我都可以當被冚。但係心極弱嘅人咧，情緒極度係唔穩定嘅，天都未塌落嚟，自己先頂唔住啦。盲派咧睇嘅係睇我呢個人生落嚟，如果可以靠頭腦嘅，我做咩要靠技術？我做咩要靠體力咧？呢三樣東西我哋統稱為係體啊。係每一個人擁有嘅東西。社會上邊咧，通常就係三類人嘅啫，一係靠頭腦做事啦，一係靠技術做事啦，一係咧就靠體力做事啦。個印咧就係我嘅頭腦，食傷就係我嘅技術。我個腦袋好唔好用？我有冇技術？我可唔可以靠手腳、靠體力去買時間揾食？咁呢個人喺社會謀生咧，用嘅不外乎係呢三樣東西啦：頭腦、技術同埋體力。呢啲咧，統統稱為係我嘅體。喺社會上面謀生咧，摸爬滾打。係為咗得到咩啊？得到財官啊嘛！無論係用個頭腦，定係用技術，定係用體力，都係為咗揾食。開公司啊，做企業都係為咗得力得財。咁我做管理、搞技術或者靠口才都可以得財。日日起早貪黑，靠體力賣時間做工揾食，都係為咗揾錢。咁對男人嚟講咧，財亦都代表自己妻子啦，衣食住行、娶妻生子都係要錢噶嘛。財咧亦都代表我嘅物質生活，亦都代表我嘅精神世界、我嘅慾望、我嘅情感、我所享受嘅東西都可以用財嚟表述。咁官代表咩咧？代表事啦，代表社會地位，代表揾錢，亦都代表人追求功名。對於女人嚟講咧，官亦都代表我哋嘅配偶另一半。我哋無非就係為咗追求財官，八字表述出嚟嘅嘢咧，都係話我哋要用乜嘢方式嚟得到呢個財同官咧？如果我哋係用劫財嚟制財，即係譬如我係一個老闆，咁我自己都係要親力親為嘅。打工嘅話咧，就係搬運啦、工地啊、農民啊嗰啲。咁啊，如果我係用印嚟將官化到自己身上邊，咁譬如我係一個老闆，就係靠呢個頭腦咧指揮下邊嘅員工去做嘢啦。我係管理者咧，我就係坐 office 嘅，靠呢個頭腦思維啊。如果我係用食傷制殺嘅話咧，咁我就係搞技術嘅，口才銷售都得。如果係公職人員咧，都係會往技術方面嘅官嚟嘅。咁我做老闆都係靠技術，人生無非就係呢三種做嘢嘅方式啫。咁有啲人就問啦，我命中有比劫見財喎，咁我點解又冇做體力方面嘅工作咧？咁人係往高處行噶嘛，我局中又有食傷身材，我肯定會揀層次比較高嘅事情嚟做啦，係咪？咁我會去做技術，無非都係睇大運流年引動咗劫財啦。咁我曾經可能都做過辛苦嘅嘢，但係呢個錢用乜嘢手段去得到，係我嘅技術定係我嘅頭腦定係我嘅體力，就要睇下我會選擇邊一個方式啦。咁攞出八字之後咧，第一就係要睇下自己身強身弱啦，我有冇承載力啦。第二就係要睇下我用乜嘢手段，我嘅體有冇俾壞到，我可唔可以用乜嘢工具去獲得呢個財官？第三就係睇財官嘅位置出處，你嘅八字裏邊手段好多，但係財官特別少，咁你都冇錢嘅，咁你揾到啲錢都好少噶。或者係八字裏邊財好旺，但係我冇乜手段，咁我都係得唔到嘅。
舉一個例子啦，譬如一個人嘅本事能力都非常之強喎，咁命局之中咧就一啲啲財官，咁佢就做不出咩大事來啦。咁反之，如果人生裏邊咧機會好多，但係我能力有限，我都係做唔到咩大事出嚟嘅，發唔到達啦。咁我本事能力非常之強，人生處處都係機遇同埋資源喎。咁我求其做啱一兩件事啊，咁我就可以得到呢個名同利財同官啦，係咪？咁我就可以做出成績，做出事業。有做唔完嘅事，我一定可以得到名利，有發達同埋管人嘅結果啦。咁呢個就係所謂嘅體用嘅關係啦。盲派咧，無非就係話俾你聽啦，我用我嘅體如何得到呢個財同官，我用我嘅腦袋，定係用我嘅技術口才嚟得。又或是用我嘅身體睇嚟得到，呢個就係盲派嘅核心啦。身強身弱咧，我哋會去睇，但係唔會以呢樣嘢為主嘅。盲派就話俾你聽一件事，就係我用乜嘢方式去攞得到我嘅事業，攞得到我嘅錢財。我可以通過兩種方式，甚至乎係3種方式都可以。但係我哋只要可以找到呢個核心點，就可以話俾對方知，你究竟用乜嘢方式去得到。譬如話，我可以用天干5合啦，我係甲木入主，局中有一個己土，咁甲己一合就係將財合到自己身上邊，我就可以發財啦。呢個都係一種得到嘅方式。咁我係己土啊，我係合呢個甲木嘅官星。咁我哋關注嘅係你嘅官咧係咪完整旺唔旺，而唔需要你己土本身有幾旺嘅。你只要有一啲啲根仔冇壞到，或者有一個印咁就得啦。我得到嘅官就得。我係乙木，我合到出邊嘅金金，只要呢個官冇壞到，我就可以出到一份公職人員嘅糧啦。咁我合到自己屋企嘅金金咧，如果金金喺屋企，咁我就係老闆。通過呢種方式咧，就嚟解釋啦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